親愛的朋友們，你們生活中是否有連 Instagram 濾鏡都遮不住的深層煩惱？外表看似完美，內心卻腐爛的病，就像麻風病，像擁有一切卻在無法治癒的問題前崩潰的奶將軍一樣。當奶去找先知以利沙時，聽到的命令太過簡單：去約旦河洗身7次。奶憤怒了，這是雜麼？有更好的河和更多的，我們可能也會這樣，這算雜麼？挑戰，想爭辯，但最終奶拋開自尊，單純地 just do it 信服了。於是他的肉體猶如小孩子的肉體一樣潔淨了。列王紀下5:14。這不僅僅是身體治療，潔淨 tahir 不僅指肉體疾病，還象徵洗淨靈魂的污穢。新肉被撒長出，意味着被罪玷污的過去消失，完全重生為新造的人。朋友們，這段經文向我們展示了解決最嚴重問題罪的方法，就像奶在抗撞的約旦河中浸沒7次，我們也需要完全信服。而那位已完成這完全信服的，正是耶穌基督。耶穌背負我們所有的罪和傷痛，在十字架上死去，一舉洗淨了我們罪的污點，遠比奶的麻風更深。我們要做的事並不宏大，像奶一樣，拋開我的想法，信服上帝簡單的命令，承認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，就在那小小的行動中，那一刻你們人生的 before and after 就會展開。若有人在基督裡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後書5:17。立即體驗你們靈魂和生命的完美轉變，成為新造的人，這就是能讓你們變得最美麗的永恆。Just do it。